家好啊，歡迎翻到嚟一周黃金新聞啊！我係 Choco 啊。過去一周咧都有唔少嘅數據出爐，令到金價都比較波動。我哋一齊睇下發生咩事。11月17號，美國紐約帝國州製造業指數意外升至1年嘅高位，顯示製造業活動強勁，緩解咗市場對經濟衰退嘅憂慮，同時削弱咗12月 Fed 降息嘅預期，導致美元指數走強，抑壓咗黃金嘅需求。金價短期下跌，當日嘅收盤價為4005.5美元每盎司，第二日進一步跌至3968.7美元每盎司，下跌幅度大概係1%。之後全球股市集體上漲啊！美國就業數據預期正面，加劇咗金價進一步受壓，金價隨之再小幅回落。但去到25號咧，美國11月零售銷售增長淨係得0.3%咋，低於預期嘅0.5%，顯示咗消費者支出放緩。市場壓住 Fed 喺12月9號至到10號嘅會議降息25個基點嘅機率升到去80%咋。消息推動咗金價反彈，當日嘅收盤價為4116.3美元每盎司。又講下另一個數據啊，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4月嘅低點 ，Fed 官員鴿派言論浮現，亦都暗示經濟軟着陸需要更加多嘅寬鬆政策。金價延續漲勢，當日收盤價為4213.6美元每盎司。11月27號，美國就業報告嘅前夕，市場比較波動，全球不確定性加劇，市場就等緊下個禮拜嘅非農就業報告。再加上歐洲央行維持利率不變，同埋中美貿易談判傳聞，金價喺短期內出現獲利了結嘅壓力。但係整體週內嘅黃金需求強勁，都係支持咗黃金走高。短期阻力位為4200至到4290，支持位係4120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短片出去啊！拜拜。